但是你爱阮，就是无干那掠掉家己的自我中心，毋是干那只有看家己的需要，是常时互主你来引带，善用你所收拾阮的材料甲温素，互阮也会当看到别人的需要，来尽阮基督徒的本分，互阮固守着阮四周围的人，固守着阮的兄弟姊妹甲厝边的需要，搁爱关心着即个社会。主啊，虽然讲伫人来看，阮是微细，阮是真无教养，阮生活中间常常也真无用。有时阵我会感觉需要关心的事太多啊，需要关心的人也太多啊，直到阮会丧志，直到阮有时阵也毋敢来行动。但是主啊，你也透过问该问即个问题，你的兄弟伫倒位即个问题，你互阮会当搁一遍得到提醒，就是你呼召阮是爱真做固守即个你所创造的世界，你所听的世间人的一个重要的使命。所以恳求上帝你帮助阮，帮助阮，毋是照着别人看阮怎样，所以阮安尼来活。阮是照着你的旨意，根据你对阮的呼召，照着你所互阮生活的道理，阮来行，互阮所做所讲，拢会当互众人因为阮来平平得到福气。主啊，因为阮知你赐福伫阮中间，你的圣神也伫阮中间来做工，所以也恳求上帝你，互阮的教会西湖教会也会当日日来进步，也会当时时刻刻来成做一个社区的光，互众人因为阮的存在，互众人会当对伫上帝你的话来看到愿望。主啊，感谢主你带领西湖教会40冬，也感谢主你引带阮每一个兄弟姊妹，阮人生的过程中间，拢有主你来引带。主啊，恳求上帝你的圣神时时刻刻甲阮同在，互阮有气力，互阮有信心甲愿望。阮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一粒，咱要来回应，咱要来唱圣诗525首。阮为着万民求主照顾，施阮逐国逐族，各求顾阮最爱乡土，祝福阮属地阮本国。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万民求主照顾，是阮大国大主，各求阮最爱拥抱守护，平安本国，愿将人好无乱的亲我的家庭。愿做家孙也做将阮把来漂亮的兵，我愿人地都
着真正高强平安快乐。向地花灯耀，天天天灿烂，笑声长长。愿大家真做一个，行大真理。所有习惯，让我无得本体，各位我爱，棒棒来自万众本国，高大的相求，有你保护是温所不能全然尽有。阿门。请坐，一条咱要来奉献，咱会请民兵主事高用技术来书献。咱要来吟奉献的诗380首，奉献的诗甘心。即粒咱来报告，咱来先开招报。咱报告事项，咱第一点，咱本日为西湖教会设教40周年，礼拜后必举行新春大扫除，请兄弟共同参与。第二，教会年度好会定伫2月16礼拜后举行，请兄弟姊妹留时间来出席会员。好会各单位报告内容文字档，请尽交予牧师来会诊。第三，需要探望也是愿意开放家庭举行家庭礼拜兄弟姊妹，请通知牧师中日来安排。第四，咱后周1月26日主日的礼拜题目经文，甲咱家己来看。咱来看倒边的聚会活动，咱礼拜主日是中午10点，圣乐队是上午8点45，咱查经是拜五暗7点半，咱拜六有茶会班，逐个月的第日每厝的一遍。咱查经的经文，咱家己来看，咱来看圣工的事项。咱招待是友来兄甲谢崇杰。草花张老师，咱青少本就是谢宝姐，咱后礼拜讲道嘛是牧师苏花秋妹执事，苏琴牧师娘领唱委员执事，苏宪民兵甲玉洁执事，招待是文良兄甲宪忠兄，草花杨长老，青少是秋妹执事。咱来看迄个若奉献有出入，咱请甲过继。出力来更正吼。咱来看本周的金句，伫正平创世纪第4章第7节。你若行好，减无得到甘纳；若无行好，罪结埋伏伫门口。你伊要乱无你，
你要管辖伊，即是请。你若行好，兼无得到感动；若无行好，罪孽埋伏伫门口，伊要乱无你，你要管辖伊。你若行好，兼感动；无行好，罪孽埋伏伫门口，伊要乱无你，你要管辖伊。你若行得好，岂不蒙悦纳？若行得不好，罪就在面前。他必悦目你，你要扶持他。7节，咱互相来请安。咱今日就看到一个真可爱的妹妹，你叫什么名字？红。咱嘛来拍步，我来甲伊欢迎，特别欢迎你吼，真古锥吼。咱今年是40周年吼，我咧想讲，要40的这个经历不简单吼。我咧想，咱足侪兄弟拢是一生的精华都在这里吼。我相信上帝会保守。咱礼拜三咱也有要搁。伫咱教会后，迄落要摒扫，虽是咱伫感恩节咱已经一遍啦，但是重要人物无伫咧啦吼。今仔日伫咧，咱也互小妹执事来甲咱说法，因为伊讲伊毋知伊无伫咧，逐个要找圣诞灯，找拢无找足久诶。我相信咱有迄个纪念吼，哇，伊是咱诶大掌管吼。我相信咱迄个咱也有清扫过啊，咱今仔日阁保养一寡咱诶文书已经。1年啊吼，咱爱甲轻轻的吼，爱去除换新，圣甲一只咱的恢复咱的伫圣诞节真欢喜吼。咱也请迄个小妹执事来甲咱担当吼，看该动啥，咱会当主动甲伊迄落。咱也真，咱也等下咱也落去楼骹，咱阁发现吼，咱的布告栏然后换新啊吼，然后新年吼开始，你去看。横着很不一样哦！一进来，伫布告栏你就看会到吼。咱教会逐项拢是真好啊，兄弟会努力，咱阁会当搁较听主吼。一碟，咱要来吟圣诗395首，吟诗刷牧师甲咱祝祷395首。至圣天父，阮感谢你，受你引带，甲你相见，请咱起立，心内罪恶伫你面前。主保惠，担得洗清。至圣天父，阮感谢你，受你引带，甲你相见，心内罪恶在面前。耶稣听我名经历，迎来心内的宝贵节，很多节爱全部没有并传烟火的酒。全能的上帝，愿你关联的心改造阮，
温柔的神引带阮，稳定的神帮助阮，互阮服侍敬拜你，对即时到永远。阿门。